嗯，来，走，我们去前面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办？完蛋了啦！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。这么大片，你干嘛？交换裤子啊，你穿我的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转过去了？干嘛？你害羞？我不习惯了。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可是我很紧张哎。不要紧张，就像上一次你带外国学校那样子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嗯，好。